我今日會開超級交響樂同埋超級勇氣嘅 Pokemon 卡包。我而家首先開咗超級交響樂，我決定開呢包先。第一張，第二張，第三張，第四張。哦，我開超級勇氣。第一張。第二張，第三張，第四張，跟住都係白卡。亦都拆嘅拆超級交響樂。第二張，第三張，第張 SR 喎。係咩嘅咧？神奇糖果。係。SR 佬。又開超級勇氣，今日最後一包嘅超級勇氣卡包。你咯噃，第一張，第二張，第三張，R 色，今日拆最後一包啦。第一張。第二張，第三張，有一張最後好痛。今日拆卡包就拆到呢度。